my heart come alive. Suddenly brought to life when I met you. Reaching beyond the skies, running deep, stretching wide. Perfect love realized here with you. Now this love is for real, you will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Oh, and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love beyond my control, out of control.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 this is real love.亲爱的兄姐，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永光教会，一起来朝见敬拜上帝。还有2分钟，礼拜就要开始了，提醒大家把手机关成震动，或是飞行模式，或是改成震动，请把手机收起来。那主日礼拜堂里面，请勿饮食。教义厅的兄姐，请往里面入座，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大家一起回到教会来敬拜。好，邀请你告诉旁边，跟他说：“你真是帅气，你真是美丽。”啊，有些人像有点不好意思，来再对他说一次，你真是帅气，你真是美丽，因为你充满主的荣光，充满主的荣光。阿门，阿门，阿门。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来朝见上帝。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眼睛，预备好我们的心。是的，天父，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医治降临，我们渴慕你赐给我们喜乐，我们渴慕得着恢复，我们渴慕在这样困苦当中、疲乏当中得到好的休息，并且重新得力。所以在我的感动里面，我很像看到一棵树从小苗开始，逐渐的长大，长出新的嫩芽。神说，今天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更新，阿们吗？阿们。要带给我们每个人重生这样的力量。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的力量；圣灵，我渴慕你的力量；我渴慕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喜乐；我渴慕你的喜乐；我渴慕你的恢复；我渴慕你的恢复。我们每个人自己开口来向圣灵祷告，邀请圣灵到我们当中来，邀请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一起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欢迎你的降临，天父，你的同在当中必充满喜乐，同在当中必充满满足，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必定再次重新得力。哈利路亚。
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我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救主。阿们吗？阿们。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先将最大掌声跟荣耀、欢呼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阿们吗？一起喜乐的来敬拜他。天台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掌声献给我们荣耀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阿们。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
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大。姐妹，这首诗歌一开始我们副歌唱什么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然后呼求你来翻转这土地。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可以翻转这土地、震动这土地的。阿们吗？阿们。我们的神是面对高山、面对高墙也不害怕、不畏惧的神。
并且它可以使这高山在我们面前来融化掉。阿门。阿门。所以我们现在要拿起我们基督徒的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我们现在开始找到伙伴，我们两个一组，我们一起来 RPG， 就为了我们的幸福启发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幸福启发来祷告。我们相信透过启发，有许多的新朋友要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带出这样翻转土地的能力，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天父，将幸福启发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看见，是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必带来翻转这土地的能力。天父，你大能降临在当中，透过我们的幸福启发，主啊，你要使我们新朋友更加添我们的人在我们里面，主啊，使这些人认识福音，他们的生命能被翻转。哈利路亚。
欢迎你的降临，我们欢迎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百姓，我们将掌声、尊荣一切都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用欢呼也归给神。哈利路亚吗？阿们吗？是的，天父，我们尊崇你。是的，天父，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一切的颂赞、尊荣、权柄都在神。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坐下之前，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这就是在地如在天的敬拜。”弟兄姐妹，请坐。此时，我们齐声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旧约诗篇16篇1到17节，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圣经读到此，愿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此时我们要请我们焕然一新的周信荣牧师，他要来证道。他今天讲的题目是高唱信心的乐歌。阿们，阿们，感谢主啊！豆豆观察入围，焕然一新，连眼镜都新的，眼镜用了配了新的眼镜一个月多了第一次戴就被发现了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真是一个最美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建立永光教会的基础，以及未来所有一切的意向都在这里面要成就。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好，牧师，请问大家，你是一位喜乐的基督徒吗？阿们的举手。OK， 好，有举比较慢一点的，我知道你有一点迟疑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还有努力的空间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心意更新的。那你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每一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但是是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都可以问自己：我有喜乐吗？我的喜乐是否像泉源般的涌流不停呢？那阻止我喜乐的又是什么东西？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了解基督徒在说的喜乐，跟我们在说你快乐吗？很快乐，有没有？
那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有的人很容易快乐的，吃到一个牛轧糖不会的，连牙齿的就哇好棒哦，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很喜乐很快乐呢。有的人吃到好的牛肉面就说哇今天真的是享受啊，有没有？那如果吃到牛排呢，就享受一个喜乐快乐一个礼拜，也许就是这样。但是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所谈的喜乐，现在常常外面的很多都运用我们的喜乐，对不对？这个专有名词。但是其实喜乐，这里牧师所写的是一种宗教的情操哦。那特别是指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有那最深厚的满足，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那只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可以拥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思考，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许你有很多让你觉得很不顺境的，让你觉得很多纠缠你的这一些不管是外在的环境、内在的生活，这一切的所有，那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一些可以阻挡基督对你的爱吗？要想一想咯，这些可以阻挡基督对你的爱吗？而这一些可以阻挡你回应基督的爱吗？这个都是基督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感谢主。让牧师确定要开刀，那4月6号，我们就从淡水的马街急诊，然后就住院。那确定7月4号隔天就要开刀，大概4月7号你们有在听，我知道，感谢主哈。你知道吗？礼拜天脚会颤抖的有一种人叫做牧师，因为他讲道的时候怕没有人在听。OK， 那隔天还没去开刀就有送花的来说这是张院长要祝福牧师你早日康复的那亚伦在现场就收起来，就摆在一边。那我就在欣赏这个兰花是什么兰，你知道吗？蝴蝶兰，对不对？好，那我在欣赏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你们看，你猜牧师看到什么东西？一条鱼。OK， 好，还有人要猜吗？特别我开刀回来一躺下来，我看到哇，这个花，这一盆花，蝴蝶兰，我看到的每一朵花，嘴巴都张得很开，有没有？并且他们在唱歌。哇，那你就可以体会当时候牧师那个心情多么的喜乐啦！痛好痛，喜乐，痛喜乐，我就是这样子，哇，真的是太棒了哈！所以呢，出院的时候，亚伦在问爸爸这个怎么办？带回家，因为这是我最痛的时候，神差遣来的，从属天来的诗班。阿们，哇，真的是感谢主哈！那充满开口赞美神的圣歌队，那你要不要带回家？你看，现在还在我家继续唱诗歌，有没有？你们有发现吗？而且回到家，那个花越开越大，对不对？所以那个口就越张得越大。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从信仰里面，神提醒我，从这花朵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同在，这花朵里面在诉说的神在我的生命最煎熬的时段、最疼痛的时段陪我走过。
我的主治医师是张医师，张定国医师。他开刀完以后，第一次来看我，他说：“牧师，很痛，对不对？”他说啊，你的痛比产妇生产的时候那个痛还痛。产妇生产的痛是10分，对不对？我去门诊的时候，他第一个问的是说，你自己评估你的痛是几分？我跟他说，我自己的觉得是8、9分。但是他开刀完以后跟我说，其实你的痛是10分以上，而且你是持续的痛。哇！但我回应他说，感谢主，因为耶稣比我还痛。我11分而已，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痛是12分，这是有根据的，在神学上、医学上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说感谢主，那爱我的主比我还痛，为了承担我一切的罪过，洗净我一切的污秽。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这是我在最痛的时刻里面，神让我从小东西，从我的生命，从医生跟我的对话当中，我不断去反省这份信仰，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感谢主，这是神给我的，也让我能够在这里见证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唱诗赞美神，这是基督徒的特权，你有吗？阿们，有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唱诗赞美神是基督徒的特权，来，唱诗赞美是基督徒的特权。对，这是我们所要确信的一件事情哈。OK， 今天牧师透过诗篇16篇一起来定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高唱信心的乐歌。如果台语你会怎么样来翻译？袂晓对吧？很难的，没关系的哈，就是唱信心的喜乐的歌，唱信心喜乐的歌哈。OK， 好，很特别哦。如果你有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诗篇16篇，它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注解，它写大卫的金诗，大卫的金诗。这是我们上个礼拜4月22号。我们读经的计划是读15到17篇其中的这16篇哈。那大卫的金诗在诗篇150篇当中有6篇是这样写到的，很特别。而这6篇都是赞美的诗歌，并且是用祷告来赞美神的哦，很特别哦。并且大卫的金诗里面所涵盖的有一个祷告的赞美神，很重要的，他都一直谈到的是信心，是信心。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去体会金诗的意思，原来就是有遮蔽秘密或者是雕刻的意义在这边哦。所以我们看大卫的金诗，他在切求祷告的诗歌隐含的这个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当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保护，并且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看见，原来苦难是有奥秘的，这只有在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够去体会到，用信心来体会，并且就像雕刻以后就可以成为永远永远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经历的这1个月，你说我可以跟人家诉说，不断的重复诉说吗？可以，因为这是我的经历，是我活生生的经历，是我最美的见证，在最痛的时候。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总是要带着信心来敬拜他，让我们的信心每一次借着敬拜能够更深厚、更扎实、更有力量。阿们，好不好？我们来宣告，来，我带着信心敬拜上帝，来，我带着信心敬拜上帝。是的，这是我们必要的哈。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牧师很快的要跟大家来分享，神是万福的源头，并且他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大卫在面对他的人生没有办法突破、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知道他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来，他的生命才会有翻转的时刻。所以他如此的提醒自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们。他对自己提醒呢，说我的心啊，你记得吗？你在平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宣告啦，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现在即便好像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我提醒自己，主啊，你是我的主。阿们。那很特别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原来在原文里面可以说，那翻译成我们比较能够知道的就是幸福了。所以他说，上帝啊，我的幸福都在你里面咯，我的幸福都靠你了。阿们。好，我们在座还单身的举手一下，还没结婚单身的来 ，OK 勇敢的举高一点 ，OK， 好，你们来宣告好不好？来，预备，来。你们要不要幸福啊？一致来，预备，来。我的幸福都靠你了。阿们。对，哇，这个每一天都要宣告，好不好？结婚的要不要？结婚的也要，对不对 ？OK， 好结婚的举手一下来，我们一起宣告，一定要比他们还大声。来，预备，来。上帝啊，我的幸福都靠你了。阿们。对，这是我们的宣告阿们。对，如果你了解这一大卫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幸福都在你里面的话，那你就应该这样不断宣告。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他回想他们信仰的前辈那一些，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瑟等等的这一些，他回想他们的一生的时候，他觉得，他就说，论到世上的这一些圣者，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太棒了！原来大卫不是自己去经历这位神而已，他是有榜样可以学习的。那好不好？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在信仰、在品德、在服事、在待人接物上，你可以看见人，你觉得他这一点是我可以学习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可以学习的对象的，你举手一下好不好？ OK， 感谢主。好，放下。那我就担心没举手的是怎么回事了？你找不到可以有榜样吗？还是你没有想过？这是我们可以看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们在说尊荣文化，对不对？我们在说我们要有榜样，我们要有传承。牧师不断重复这一些的信念，不是我自己想的，是神的话语不断提醒我们的。大卫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论到世上的圣者，你说亚伯拉罕没有缺点吗？有没有？有啊。雅各没有缺点吗？雅各的真实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抓，什么都要抓。他没缺点吗？摩西有没有缺点？摩西说：上帝啊，不要找我，你别给我去死对不对？我80岁了嘞，对不对？约瑟没有缺点吗？都有呢。但是为什么大卫都以他们这一些信仰的前辈成为他们的榜样？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生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你认为你的幸福是可以用你手上有的来营造吗？还是你应该更明白我们所宣告幸福的来源从哪里来？这是你我可以好好的思考的。
你要宣告你的幸福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跟隔壁说这句话来。阿们，阿们，这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对不对？你我的幸福都在神的手中哦。所以我们看大卫就用神的眼光来确认他现在存在现实的这一切的价值。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产业的意思啊，他是告诉我们说，神所分配给我的，神所分配给我的，这是我的产业，是神所分配给我的喽。大卫的意思是这样是我杯中的份，是我应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有没有听牧师过去有一个观念告诉大家，神为你所祝福的一切的祝福恩典是100%的话，也许你现在所取得的支取的也许不到10%哦，对不对？那我也宣告，神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别人是不能抢夺的。如果你现在银行里面有1000万，但是你忘了它的存在，你过着穷苦的日子，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惜？属天的产业也是这样，那是神量给我的，量给你的产业，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当你可能还不认识他，在你神创世以前就已经为你所预备的，在你还没出生以前，神就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神就为你所预备的这一切。而当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更要更多的说，主啊，是的，我一切的福分都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求你为我持守，因为我要不断的去支取，不断的支取，不断的宣告，我的产业是别人不能夺去的，我的产业我要跟耶和华说，要100%的都给我，因为我100%全然的信靠你。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我所可以的。所以大卫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了。阿们。所以不管哪里，也许人们会看风水喜欢看哇，这个向东向西向北向南，不管哪一些向，但是你只要宣告神给我的是在佳美之处的话，那你就知道在那里台语叫做福地福人徛对不？其实不是，是什么呀？福人徛福地啦，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就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立比书3章7节，保罗在讲他的信仰的一个转变，好像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流程，有一个转移的过程。这个转移的过程很特别基督徒你我都一定要有的，而不是一次就能够全然转移，是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确认，这是必要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焦点转移的过程，从看重万事转向看重基督耶稣，从以万事为至宝而转向以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一个过程。你有经历这过程吗？还是正在经历，对不对？在不断的在经历更多。阿们。所以我说，基督徒我们不是用属地社会的价值观来评定神给你的一切，你应该用属神的眼光、属天的眼光、价值观来确定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那你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包括你我对这社会上发生种种的事情，包括对这世界的变化，这一切，若我们用属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没有未来。
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就会知道神的定义你在哪里，你就会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来。你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会成为家庭、教会、社会的祝福，这是你我可以确定的。所以要从我的眼光转移到神的眼光，我们一起来说，来。是的，这就是我们应该改变的。如果我看院长所送的那一盆蝴蝶兰就是花嘛，就是花又怎么样？这几个礼拜就凋谢了，不是吗？好可惜哦，要不要变换成现金好？这是属地的眼光，但是神给我属天的眼光不一样，对不对？那个祝福是加倍给我，我来回应给院长，院长也吓一跳，说：“哦，感谢主啊！哇，没想到这在你最疼痛的时候，却让我可以成为天使。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可以这样不断的来提醒。所以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怎么样转移这个焦点的眼光的方法在这里。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要警戒我。”很重要的哦。他是一个受教的人，对不对？虽然他成为王了，但是他的心面对耶和华神的时候，他是受教的；面对先知的时候，神所差派的代言人先知的时候，他依然是用一颗受教的心脑。特别在他说：“我的心肠在夜间的时候也要警戒我。”愿神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要睡觉的时候躺下来，你回想你今天所说的一切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该调整回到神的眼光的，该调整用属天的价值重新来定义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心意正在进行。阿们。这是你我可以提醒的。所以神一步一步细心的在引导，有时候会适时的来教导我们，包括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会说好像太烦了，这个我都知道，我也要学习。对，我还正在继续学习哦，不是我是一个完全人，没有，我不是完全的丈夫，但是我愿意说，主啊，是的，谢谢你给我这么棒的太太。虽然她现在坐在我的前面，我依然跟她说，对的，我还要再继续学习。阿们，可以吗？这是我们夫妻私底下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神。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他们觉得在你右边这个人是帮助你的人，他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帮助你，是最有利的地方。没有错啊。我们说我们最有利的一般人来讲，当然是我们的右手，对不对？当然有左撇子的一般人来讲就是我们的右手嘛。当你最有利的这一只手还加上别人来帮助你的话，哇，那就是最有利的位置。有的我们的观念也许是在后面，有没有？但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提醒我们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那是什么意思？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是做什么？是质询他吗？不是啦，是敬拜他，是荣耀他，是向他来求问，对不对？是的。那如果常常这样的话，你就会看见神就在你的右边，成为你的帮助者。所以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大卫所领受的是灵魂体的喜乐。阿们。顺序要对哦，是灵魂体哦，不是身体灵魂哦，是灵魂体哦。你的灵活泼了，你的魂、你的体就必然是健康起来。阿们。
所以感谢主，让我牧师经历这一切，都在成为最美的见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对，这就是我常矗立在神的面前，我就要毫无惧怕。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矗立在神面前，我无所畏惧。阿们，阿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感谢主啊！本来我们全家都以不开刀为一个决定，但是最后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觉得要开刀，因为在还没决定开刀以前，就是听闻有的人有脊椎的开刀，也有失败的，有没有？那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怕10000，对不对？只怕怎么样？万一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心里就会毛毛的如果那10000是好的，万一那个1如果是我怎么办？对不对？那我的二哥也是牧师，他也关心我，我们那时候还不决定要开刀，他就说对他的南部的一位牧者，他开刀以后，后来身体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都一直要拿拐杖所以他也说对了，就在评估，万不得已要开刀再决定这个。但后来我们全家祷告以后，我们的心都很坦荡荡的我们好像已经把那个开刀的结果都看到了，所以一点都不怀疑呢。交托以后都不怀疑说有没有那个万一没有。在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我们的眼光，我们所谈的里面，都只有10000，都只有10000，没有万一，因为我们是交给谁？交给神了，是交给神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神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所以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话，你就有满足的喜乐，你就有永远的福乐。好，那你就可以思考反方向来看，若没有神的同在，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将失去意义好，我问大家，穷人比较怎么样？比较愁烦，还是有钱人？这是有数据的你觉得穷人比较愁烦的举手一下。OK， 好，你觉得那很有钱的人就没有愁烦？还是你会觉得那很有钱的人是很愁烦的？举手一下。好，所以我们永光教会人对这个有钱跟没钱跟愁烦的那个比例是正确的。确实人家这样的一个统计起来，有钱人的愁烦比没钱人的还烦，有钱人睡不着觉比没钱人还多。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单单仰望神的话，你就会知道神在你的需要上一定供应给你，但是在你的需求上不一定会给你，不一定会给你。好，这是我们的信仰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了神才有意义，这是必要的。阿们。有了神才有意义。那怎么样才能够有了神呢？可以用高唱信心的乐歌的人，就是拥有神的人。所以唐德纳他有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可能有3种形态的一个敬拜者，意思就是说，在每一场的礼拜里面，都有3种以上的这种带着不同的心态态度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人他说，第一种就是自以为意的敬拜者，他觉得自己已经自己我够了，我靠自己都 OK 了
信靠上帝啊，这个还是怎么样啊？还是以自己呀这个还是自己才能够胜过一切哈对人定胜天的定义就是这样来的哈。那第二个是借着神来满足自己的敬拜的这种人就是只有对神有所求，不愿意对神回应他的爱。那第三个他就是崇尚自己经验的敬拜者，他说就是以过去他的经验，我们以前教会怎么样呢？我们以前教会多棒啊！我们以前多好啊！那表示说现在就被比下去了。哇，那是错误的吧？所以唐德纳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牧师看了他这一则的内容以后，我定义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建立信心的过程。阿们。每一次的敬拜，你要确信，你刚进来礼拜到结束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更坚定了。阿们。你对神的祝福更相信了。阿们。你对未来更有把握。阿们。这是从信心里面启发给我们的。而每一次的赞美，我们都是在宣告神的同在。阿们。对，当我们开口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应许我们，2、3个人奉他的名祷告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对，诗人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以赞美为宝座的时候，神就以赞美为宝座在这里设立，对不对？设立他的宝座，听我们，看我们对他一切的敬拜赞美，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宣告每一次我们的敬拜都是一种信心的建造过程。阿们。所以信心的敬拜可以带出喜乐的人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信心的敬拜带出喜乐的人生。阿们。阿们。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牧师可以全程的回到这里来服侍他，用神的话语，我所领受的我自己的经历来回应给大家。求神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在哪里，好不好？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是精进的。阿们。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是更深建造我们的信心。阿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可以敬拜赞美他。阿们。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会唱诗歌，在工作在家庭会哼唱诗歌的举手一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大概7成左右。好，放下。那3成的人，你们在做什么？你忘了哦。我基督徒最喜乐的就是赞美神的时刻。阿们。因为你赞美神就同在，你赞美神的祝福就临到。阿们。所以愿神在我们当中不断激发我们，我们常常连结于他，他就在我们的右边来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者。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16篇8节。再一次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16篇。好，我们来宣读我宣告，预备来。我宣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我宣告，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宣告，我依靠他可以得胜有余。阿们。阿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我
神今天赐给我们一个带着信心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只有我们听到耳朵而已，而是要进入到灵里面，进入到灵里面就产生了医治。阿们。这个时刻牧师要来为我们宣告的祷告，我们要来求主来带来医治。你相信有医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吗？哈利路亚！牧师现在要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疼痛的地方，或放在你的胸前啊，你头常常痛的话，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这是你自己的宣告，不带着质疑，不带着疑惑。凡在神里面的，神已经早把那个健康赏赐给我们。阿们。我们现在要来支取，哈利路亚！主耶稣，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因为你赐下那恩典，并且是医治的恩典、痊愈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主，这个时候我奉你的名来宣告，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祷告。主啊，所有一切不属神的都要从这里来挪开。主啊，我们的身体是属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宣告，我们信靠就得着。主啊，这个时候你要医治那常常莫名头痛的，主耶稣你来医治。主啊，你要医治在晚上睡不着的，主你也要来医治。因为主啊，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晚上都要睡得香甜。主，你也要医治那个常常不明的呕吐的，主啊，不明的呕吐，主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然而主啊，在我们的肠胃上面，主你也要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心脏，主，我们的心脏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枢纽。主啊，心脏是从你创造而来，我们的心脏要对焦于你，我们的跳动都要对焦于你，因此我们的心脏要恢复健康。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有时候环境的压力，随着我们的年龄甚至是老化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在智力上面有一些的记忆的失去。然后主，我们现在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的年龄不在于外在，我们的属灵的年龄乃是年轻的，因此我们不会失智。因为主你的医治来，你的话语进来，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得着你的年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要医治在我们的骨骼上面，主啊，在我们的骨头上面，主啊，有酸痛的，主啊，有走不动的，甚至要开刀的。主耶稣，这个时候你亲自摸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宣告的时候，这个骨头都要因神的话语来得着滋润。主，我们的白骨都要健康起来。感谢我的主，主你医治我们所有的灵魂体都要兴盛健壮，因为主你的爱在哪里，我们在那里就得着自由健康。哈利路亚！一起来。只要相信我得医治了。医治来赞美你，我们的歌词。掌声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今天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敬拜，你听到牧师所分赐的信息。那些信息都成为真相，在你的里面。阿们。你来宣告说：医治就是我的真相。来，医治就是我的真相。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一起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处，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神归于会众请起立。日到处，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全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神归于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来分享这周的信息。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是不是还夹着我们的手抄经文？哈，是。所以呢，牧师呢今天提醒我们，如果你有一些落趴的，跟上哈。每一次当你在抄写经文的时候，你把它念出来。你念出来的时候，这些的经文都成为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养分。阿们。这是神把圣经留给我们呢，就带下了这圣经的大能，所以我们呢在生活上面要好好的来运用它。好，那现在我们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好哦，这是昨天呢，牧师还有我们的长老以及我们有20位的同工到了新店，在那里参加新北的祷告参会哈。我们来看一下，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年，已经是连续多年参加新北城市祈祷参会，与新北众教会同心为城市祈求。对于执政8年的总结，他吐露无尽感谢。真的太多的感谢。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政府团队都在这个地方，在你们的牧师的祈祷祝福，
耶稣给我们的照顾，让我们新北市更加有力量。也希望我们这一块土地，因为有耶稣的爱，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平安、健康、喜乐的成长。最后，市长以深深的一鞠躬，我在新北市也16年来，都给我满满的祝福，我真的很感动哦，很感动。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也代表新北市众教会表达对侯市府8年建设新北的感谢。当朱市长要交棒的时候，我们教会送您了一个匾，您记得吗？一只老鹰，上面写着“如鹰展翅”。我们看了这8年，您带着新北市在飞。市长，您虽然可能会要离开这个位置，但是你不会离开。特别教会这个大家庭，新北教会这个大家庭，新北众教会同心举手为新北执政团队以及民代祝福，而蓝绿下一任市长候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也到场，一同接受众教会的祷告。也奉主的名要祝福人民的公仆是行公义、好怜悯，能够一同的来治理，用基督徒的权柄来宣告，这城市是属神的。阿们。是要奉献给耶稣的。阿们。阿们。主啊，主啊。我们在做乐龄的工作的时候，新北市政府就把这教会聚集起来，在这个儿童跟青少年这些脆弱家庭的需要上，来连结这些做儿童跟青少年这些脆弱家庭的服事。我就看见教会跟新北市政府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跟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爱跟祝福更深入的进入到每一个家跟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对新庄或者对新北市所有的众教会联导会，我觉得这个聚会是非常有意义、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难得平常事工都忙，而且新北市幅员辽阔，但是透过这个平台、这个聚会，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合一，聚焦在上帝如何来赐福我们的城市。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有迄个伫咱的土地内面，会当为着咱的土地祈祷。阁有一个真重要，咱爱为着咱的市府的团队来祈祷，怎样来治理咱的城市，要互咱的城市真做幸福的。教会甲教会连结，然后咱无分教派，无分宗派，咱拢共一个心，咱就有迄个合一的心伫咱的内面。上帝要祝福咱的城市。各界代表也将象征新北5大市政主轴的钻石方块堆叠，象征新北众教会29区联导会联合与市府执政团队协力，继续同心打造有爱的共荣平安城市。好，其实这个为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这都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权柄。所以，我们若不祷告，我们就失去那个得胜得力的权柄。所以我们同心的祷告，教会跟教会的连结，那现在教会跟政府的连结有没有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因为唯有我们走进政府当中，他们才能够有机会认识福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带弟兄姐妹，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的参会。明年还有，我们也继续来关心，不仅是新北市、台北市，全台湾的各市、各县市都有这个祷告的参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来关心这个事情。好，接着，好，事工的分享。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导读经文，来，请。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诗篇25篇15节，再一次，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诗篇25篇15节，所以透过这个经文，你知道上帝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网罗、生病的网罗、缺乏的网罗、贫穷的网罗，甚至是负面的网罗，这些都是透过神透过的这个话语要来引导我们。好，接着。那这个是我们在4月19号青少年牧区特别为考生来祷告，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传道辅导，他们看到这一块是重要的，因此呢，他们特别安排这样的机会，让家长还有让学生们可以一起
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分赐。好，接下来，好，这是青少年他们为了在8月的撼动星球，他们有线上的会议啊，每一个同工都非常的用心，为的是要得着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以我们成为家长的，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来关心每一个年龄层他们在信仰上的得着是如何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关心。所以我们的孩子呢还没有报名在撼动星球，到今天中午他们的卓越价就是永光的青少年的特别优惠价2500元呢，到中午要来报名，然后来截止。那这个2500元呢是不够我们的成本哦，哈，是，所以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着收一些的费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都能够看到这一个孩子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所举办的营会，让他们得着耶稣基督，阿们。他们花了5000块，然后呢去追星，然后去看歌剧，5000块、10000块，他们都把那一张票抢起来。但是他们常常对基督、对从神来的话语却是漠不关心。所以我们当成为父母亲的，我们要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看重耶稣的一切，神就看重我们一切。阿们，阿们。好，再来。好，那这是昨天我们刚刚有报告。好，特别来报告是我们的母亲节在5月的第2个礼拜天。那我们3合1的礼拜，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庆典。所以呢，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连结的机会。母亲节，我们应当要来纪念感恩我们的母亲。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邀请你的 base 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你跟旁边，你跟他说，庆祝母亲节，全家都要来参加，来庆祝母亲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宣告哈。再来6月呢，我们要有受洗了。牧师相信这一次的受洗会有许多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也有人呢他们愿意从在自己过去然后呢他现在来到永光教会，他愿意委身在永光教会，跟我们一起为福音往前迈进。所以呢，我们都欢迎这些的弟兄姐妹来报名，然后成为永光家人。好，接着。哇，我们非常的恭喜这我们的年轻人嘉佑跟怡慧哈，他们呢将要在2个小时他们就要在4楼呢举行订婚哦哈，不是结婚，是订婚。订婚呢，就是让他们2个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性当中，特别透过订婚呢，是进入到一个预备期。我们的圣经有没有记录到谁订婚？有没有？玛利亚许配给耶稣，那就是订婚。是。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神的信仰里边，他让我们要进入到这么慎重一辈子的一个婚姻，前面一定要经过一个订婚的预备期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有预备，并且呢，能够在这个约定当中呢，可以知道自己的忠诚。所以基督徒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订婚的阶段，然后一步一步来，不要太急，登记没有结婚这样不蒙神的喜悦。所以一定要经过神的祝福、众人的祝福、牧师的祝福。好，所以下午2点在4楼，欢迎我们来观礼，欢迎来观礼。那他们订婚礼拜完了之后呢，会有奉茶，那再来呢，就会有一个茶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可以的，那2点欢迎我们来观礼。好，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进入第几周了？第3周有很多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是，所以我们持续的靠着祷告然后充满了信心。每一次铁三角跟组员透过祷告，现在呢大家吃饭都吃的把那个感情都吃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启发的一个意义好，感谢主。好，接下来5月9号呢，我们为了母亲节呢，在母亲节的前一天，我们有走位的彩排，我们各单位来看这个彩排的时间。好，另外呢，我们要来
邀约招募我们教会要到永和国中的考生祷告会的志工。在那里的一个祷告的志工是我们的永光教会的，因为培育学校已经养成很多的领袖出来，祷告上都充满了能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考生祷告会特别为永和国中，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进去，所以呢，我们进去要为200个毕业生为他们祝福的祷告，为他们的考试来祷告，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是我们需要的量很多，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有这一份心，然后你时间也可以，或者是你愿意请假来服侍他们，神都会纪念你。我们来跟会员干事来报名。好，我们的空调呢进行到这边呢，我们看到好像已经快收尾了，对不对 ？maybe 下个礼拜就有冷气吹了哦。好，感谢主，我们4楼的这个地板呢也都拆掉了，准备要完工。那现在我们外面呢那个管子还没有装上，所以下个礼拜期待能够顺利，不受天气的影响。所以在每一天晚上的 RPG 里面都要为我们的工程来祷告。每一礼拜1到礼拜5，工人进来他们就开始忙碌。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神，我们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的总务部部长永伟长老。工人来他也来，是，所以呢，他每一天他都出现在这里，然后呢，哪里没有弄好的，然后他就会处理，然后他随时一直都在跟工人、跟师傅在做沟通。在上个礼拜2到礼拜4，永伟长老跟牧师一起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参加我们的总会的会议，大概有500多位的牧师长老开会，1年1次。这次是永伟长老第一次跟牧师一起去到彰化参加。在参加会议当中，他不断的接到师父的电话，跟他讲说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是，所以神真是非常的爱我们的永光教会，让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个永伟长老。然后刚好这段期间又是周牧师生病，是，所以神都预备的非常的恰当，然后让永伟长老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在工作上呢，他可以有一些时间可以在这里来服侍大家。所以他服侍工程，是不是服侍你？是不是？是。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肢体的弟兄姐妹的爱。是，所以永伟长老呢，他只差他没有在这边搭帐篷，要不然他大概都在这里哈。是，所以我们看到永伟长老也要跟他鼓励，神要祝福他的身体是健壮的，阿们。感谢主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的小组牧区呢，接下来有陆续的活动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周报里边都有登哈。5月3号这个是5月3号起就开始哈。所以你看你是属于哪一个牧区，你就看到周报，然后你一定要踊跃来参加，因为当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组长、我们铁三角发起这样的事工活动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带动，并且呢，要为了兴起那个复兴的灵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牧区。所以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热心于外面的活动，结果呢，把耶稣的事呢摆在旁边了。这个是我们的观念要调整。你的小组有活动，你都要来支持他。好，所以这个是刚刚那个女王，那个是哪里？来参加的都成为女王哈。好，会员牧区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所以你是属于哪个牧区的，你来跟那个牧区报名。那这个是在金山，是我们的央亲牧区哈。好，再来，这是我们的撼动星球，在8月。好，今天要赶快来报名。好，还有，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协会。永光教会我们自己有设立一个协会，那这一次呢，由我们协会来推动，就是母亲节的公益市集。那我们要用在隔壁的活动中心，所以呢，我们的小组可以揪团，然后我们现场要摆摊。好，那最主要透过这样子跟社区进入社区，跟社区的人连结，所以我们是跟里办公室这边合作。好，所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铁三角来留意一下，有这一些的内容哈。有好，我们自己来看好了哈。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健康关心的部分。联防弟兄呢是新
心爱跟恩慈的阿公，他的阿公哈，那他也渴望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祷告的祝福。还有我们的蔡淑珍姐妹，淑珍呢，她不明的都一直吐，已经吐了3个月了哈，是她一直在做检查，都检查不出什么，但是她就是一直吐，所以我们也持续来关心我们的淑珍。再来是李明珠是建宏的母亲。在做化疗，所以我们也为他有足够的一个免疫力，然后体力来面对这样的化疗。是，还有你的小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纪念他们，神必听我们的祷告。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我们的燕玲姐妹哈，燕玲有在这里吗？燕玲 ，OK， 她是第一场。燕玲的母亲杨卢素凤姐妹定在明天的8点在二滨要举办告别礼拜。他的母亲呢，在多年前呢，在家里面，然后牧师去到家里面为他施洗，所以他心里面一直紧紧着依靠神。所以当他临走的时候，他是非常平安。牧师到家里面去看到他，哇，他面容非常的安详。这就是基督徒的福气哈。好，所以呢，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的诗班要在二滨那边来集合。那牧师呢，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时间上没有拦阻的，那或者是说你愿意请假，然后7点半大概9点就可以结束，那我们可以来与哀伤的人同哀伤，来关心这个家庭。好。再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位是慧燕所介绍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千莹有没有在这里？我们非常的欢迎千莹，是上帝祝福在千莹你的道路上面都充满了喜乐跟健康。好，请坐。好，你的旁边还有新的朋友在吗？ OK， 好，那我们的新营呢，可以跟着千营可以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呢，他带着你，我们有礼物要来送给你。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千营，哈利路亚。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彼此用温暖跟热情来互相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把我们大大的爱分赐出去。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再来离开你的位置，跟其他你较不熟悉的人来跟他说：“耶稣爱你。” 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 我们依然站立来领受牧师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你的大能，你对我们的爱，以及耶稣基督你在那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救恩，并圣灵你的运行感动，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 best、我们的小组以及这个社会当中。 主啊，你的灵运行，并且你要赐下那平安，也叫我们每一天都行在神你的话语当中，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帝赐恩赐福给我们，大家请坐，下个礼拜见。When I was searching, your love was never far. You made a way to get to me. You were the whisper